美食日记快要完成了耶，只差1张。对啊，不过乐乐，你敢要会记得咱倒转来迄4张图？记得有好彩头的状元糕、布丁牛奶和水果拼盘、酥酥脆脆、四四方方的方块酥，还有砂锅鱼头，鱼脸夹的肉很嫩。剩的这张那是面，是凉面。阮家的凉面甲外地是无同款的哦。细汉热人的时阵，我同爱食的就是阿嬷做的凉面，有够好食的。不过已经足久无食到啊。哦，那一定超好吃的。凡说，我会当来做看卖。啊无，咱先来看别人安怎做好啊。跟阿虎姐姐一起去寻找阿嬷的美食日记的好料理吧。哇，这间店有台语菜单呢，我要念念看。大米、肉霸崩。阿虎姐姐，这个就是凉面，对吗？对啊，乐乐，请你甲头家讲，阮要一碗凉面。头家，阮要一碗凉面。好，那日咱们来讲什么？谢谢。阿虎姐姐，嘉义的凉面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乐乐，你认真看卖，敢有啥无共款？好像这样的颜色不太一样。无唔对，阮家己凉面上重要的就是顶悬的韵料，阮会叫伊白醋。白醋，那不就酸酸的？这个白醋唔是迄种白醋啦，阮咧讲的白醋是一种独家秘方，食起来就亲像麻油类子、美乃滋迄种滋味。你试看卖？好。吃起来真的好不一样哦。对啊，而且唔但凉面，也阁有凉肉丸、皮蛋豆腐，甚至是海产冷盘、凉菜，伫嘉义拢会看到有人用白醋做伙食哦。哦，好特别哦。台湾虽然是小小一个，不过每一个所在拢有无同款食物件的惯势。我嘛是大汉了后，才发现讲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特色的料理哦。对啊，康康说他们家把番茄丢到汤里面煮的时候，我还觉得好神奇哦。我们家都吃凉凉的番茄，嘿嘿嘿。那到底是谁想到面要凉凉的吃呢？其实这个问题，我细汉的时阵嘛问过阮阿嬷呢。阿好啊，吃饭啊啦！阿嬷足大呢，我无想要食饭。不吃饭哪会用一下？你是毋是搁伫外口偷食凉的食饱啊？无啦，阿嬷，咱食凉面好无？足久无食呢。迄毋是顶礼拜才食过，你拢食袂先哦。就足好食呀！阿嬷，是啥物人发明这么好食的物件？这我唔知啦，我敢若知影讲哦，这凉面凉凉的食起来较紧。而且吼，这日本啊、韩国还有迄越南吼，拢有家己的凉面哦。原来大家拢和我同款，惊烧佮惊热。是吼，咱来食迄寿司，是东南亚的料理。酸酸甜甜，真嘛足适合热人食的呢。不过我也是想要食凉面，而且顶悬爱放足侪白醋的。袂用子啦，你安尼吼是咧食白醋，也是咧食凉面啊。好啦，你要掺啥物配料哈？有啥物配料？阿嬷你讲互我听。像迄鸡啊、年啦，还是番麦啦，红菜头，迄拢足好的啊。安尼我全部拢要爱。阿嬷的凉面是世界第一。哎呦，这敖讲话，搁这敖塞奶哦。多谢阿嬷。好啦，阿嬷来做互你食。好。白醋的成分真单纯，是用沙拉油、糖、糯米醋、盐、两青来做。看头家做凉面的手路，互我想到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嘛拢会家己做。迄就是我和阿嬷伫咧灶骹上幸福的记忆。
阿虎姐姐也要写一本自己的美食日记吗？对啊，一摆搁看一摆阮阿嬷的好料日记，发现有真侪物件都应该甲记录起来。乐乐，那阵我来写，你参康康，敢会使替我画图？没问题，那我要开动喽！啊，食饱，真好食。说落来，阮要来教大家今仔日的台语词：凉面、凉面、凉面、蘸酱、问料、问料、美乃滋、白醋、白醋、小黄瓜、龟仔年、龟仔年、玉米、番麦、番麦、夏天、热人、热啦、菜单、菜单、菜单、吃不腻、食袂生、食袂生、撒娇、塞奶、塞奶、世界第一。世界第一。世界第一。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阿虎姐姐，你说要做凉面给我和康康吃，是不是忘记了？乐乐，我试了足侪摆，毋过就是做袂出记忆中阿嬷迄款滋味。我明明就是照顶管做的啊！只要是阿虎姐姐做的，我和康康都喜欢。阿虎姐姐也可以创造自己的味道啊！乐乐，你实在是嘴足甜的呢！啊，是甜味。阿嬷的温料内底有一款甜不不的滋味，一定是糖人较侪啦。乐乐，我随来试看卖。阿虎姐姐，等你老了变成阿虎阿嬷，你的笔记就变成阿虎阿嬷的美食日记。来，安尼阿嬷的日记就完成啊！耶！